我心住了嘛，我那这，没气，俺们773的有人嘛嘞？对，就是你好无语，这说的非常好。他孩子大学，我孩子幼儿园噻，给我各种建议，讨厌死了噻，切噻。我是卡得去说的是没呗？然后其实还没呢，你这了，如果我不知道，我会主动问你，然后那个时候请你好好的给我一下建议。我需要建议的时候你可以给我建议，但是我不需要建议的时候你不要这样盲目的给我建议。你得冷你住没呗？俺俩得约，若不得约，然后后面就我们俩就那种，你得反目前不的，就不来嘛抢不抢不的，给我冷没呗？他7大3的冷没呗？我请你住过没多少年，就是不尊重你啊，就是不尊重你的人格呀，不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呀。fuck off 了，没呗？可多过来滚！俺还是有个多的噻，我喜欢独处，因为我的边界感非常的强，俺边界感鲜呐，或者没呗？抢不匀呐，咱们这开始年前，你抢了嘛抢不到，抢不匀的那样来卡些要嘛的，抢不我呀你呐，抢呐，抢不可再匀的那你滚了不匀，我呢，抢不我呀，苏看几个钱要嘛的，我呢。今天头发好看噻，到过去。你俺来说说找我的嘞。我们两个性格一样噻。哦，可以，要得，我的是的。Where are you？ 阿拉瓜，对我钱不多，俺连进没得。过钱了，俺过钱不节约嘛的，第三真没记起。我的头围超小，然后呢，过去就现在有的，但年的是靠那些点嘛的，就是你看我的肩宽和我的头，有吗？你的身高又不着，卡巴那了，米长体型差不起。听没呗？我没吃过那么远，你是嘛？那都钱不嫌那钱，素不钱不嫌那有的上不出没呗？我就那种高瘦的那种，对。我看错了是镜头的原因是啊，对，那你先看清楚嘛，然后再可以发言嘛嘞。然呀，发言雷点发言的嘛，我现在起多方卡的通啥的，另外两个拿出让个命题。这个要不或者是你就是在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呗？昨浪啦妈妈，昨天来是，前两天啊，前是古巴昨天那一年还古语了，也还古语。俺心住了嘛。身高156，体重126，算胖吗？不算吧，我觉得是正常的呀，就属于正常偏胖，那不算那种胖子，就正常，然后微胖了嘛的，这个大家多说，估计大家不要焦虑啦。这人你住没办法工作。陈清楚你们，新友说发生的我都有点想我的姐姐。另外来说来这个嘞，我得啥？另外我得当，我得练这个肚子嘛，我到时候没拿也没说来这个，我让你在扎啦，有钱我能让你当我的干姐姐吗？是年轻没呗？就是那，现在看到俩是要学呗大的，要着。都是我们上也比较焦虑噻。看这，真菌感染3的这，要么食子团这嘞，食子团那你我也西面人陪住到那食子上一那的，有脾气，食子上去拖不起没呗？我的呢，俺来拖皮的得拖你拖。
얘들이熬夜吃不了，我拖不起的。但你和米茶，你对长茶妈吃没没？我的瞧瞧。打中卡笑了，但是我自己已经不在了。自己人家广大给买不起，人家我做。广大，不要叫了，我后天的调研报告他们一个字都没读，还要想着一天的啥？但是我那是这个案例啊，不是焦不焦虑的事情，你要做哟，你要做。如果你觉得你10分钟内能完成的话，你可以拖到最后的10分钟。但如果觉得你需要就是1个小时或者1天去完成，那你需要用这个时间去完成，是吧？俺来拖延症钱哪会有哎？不用提醒我，我知道噻。A 啦，你知道吧？卓朗妈妈啦，前两年管理员的呀，苏嘛那啊。前两年管理员数嘛那啊，看的是你管理员给来，前两年呀这速度啊，别熬夜了多呀。前两年管理员数嘛那啊，呀去了不知道怎么样的，前两个呀去属于那么那个来，前两年呀去从头爱心给不多了。你不买提，你管理员数嘛那，没让管理员去那去多起来个网子的约的。想着明天现在可以，出油而且反复的长噻。那要不要去看一下那种医生？我们去哪点呗？让洗面奶里面呗，控油前给我给牛呀洗面奶说的，我的配剧当的，超级控油。别地图多我那地，你们打挂配剧嘛打不起，你们打挂打我那或者东脚趾或者嘛，4个没别我得没拿我的石头。好多独立噻，热。都是气，忙不闲呐，给东厂面个一年整呐，地气的，看来，没干点，一年你给这长不小啊，前两年地了过嘛的，地我俩，你若不觉得我地来拖不起那的，给不得你地做么说哎，就是那个水光片，我的现在东要线那卡数是么那个，开始么那边东拖不忙我嘛的，地来人拖不地在点也是没呗，我的嘞，水光片的要度噻。但俺的推荐的多，那有几嘛的，其实俺的3年呢，那效果没有那么显著，因为要的水来说多，如果你是那种，我不知道你是那种真菌的，你的感染性病得那看呐，然后水光片可能没有了，鸡蛋鱼给嘛的，过啊，你我呀个第年几个菜，上去拿鱼的，当俺别出你这么多。我还是给你找出来吧，妈的。地址很便宜啊。粉色做的，但年底拿了呀，可7个版本的是全部多。看到我的哩，去那超市的，得肯全部就那有的，可能那个开的外卖啥啥，同城的那外卖拿了那有的，就那种小卖部里面可能也有。星期天啊，我别地配去东西。请问有班你建议打造素颜还是水光呢？啥？美女，请问有斑的你建议打造素颜还是打造素颜还是水光呢？是能卡错嘞？就是你说那种妆造嘛，你得再说起来多按的缺啊的随便。这个看你自己吧，我不会说俺了清度，肯定是呢，看它整体风格来到了，看现在给多点斑型的，告诉你斑成没呗。好，我说因为我更偏向的是多按贴面的呀。点斑切不来呢，因为俺也再说完了，得看不上要么的，也是长不小。现在我的建议你也就听吧，先别地瞧嘛的。喊啥的皮的是呗？但皮的一拿，然后一起吃呢，一起压不在吃的，也没得便宜吃的，也没得给吃的。Aren't you back to 西藏是的价格嘛的呗？可来一起名了特别吃啊。
明月的，引起明月的。引起怎么引起咱们叫，那偏吃年呢？姐姐那一年是什么是和为回事？怕偏吃。美女的秘书长睡着了吧？明天会回复，明天会回。你年语嘛，俺都出去可是多喂，俺都俺不洗不洗在这边你。糖不多，没是到年语的，我这找不清楚，没让来个找的，其实来个找的，应该的，可是看到做连接们都得是困难的，之前那样日前连接得语的，现在之前可以连接语的，淘宝里有啥 ？yes，有的。他的水光片的过年有那来年春了，这是挺难的，年2天3上加了多是。第二场定完荷兰的规划嘛呗，俺3千元我也没有怎么推，看到上的规划云呢，年他的立队长吧，我都是挺难的。年春了才这是挺难的，多是。都那么那个规的面呢，特别喜欢嘛的了。第要多，多要面角的个，第多我先推。当然20岁了吧，你来嘛，我是不是这3枚了呢？第7枚，看来这同样是不是这2枚就多呢？可真是了。刚进3度，我就吃了1粒，2粒，第2季的干的是我那些。没那多么是呢，要我嘛的年若不起我的东，这是他忙我嘛的，第几节没得白多的你妈那顶没呗。我的设置东要是现在是咱们现在吃啥什么那个？这是水光片。推荐从多蓝色的拍的吧，是刚包鱼的人吧？看来咖啡型的这个来片头给啥？到底没那个能表达，还是没那个底气，没那个售后的这个厂底气高吧？乐趣没那个问的啥？你听到如果我那几个月就出的是单的这个。我这是啥？你春一了，你过年没时间，我这是看到做看到国有那些吃难的，看到保健品药的，吃进去药的，低药的很多还是啥？是的。多的洗面奶有什么作用哎？就是当食子蛋这有对怎么办？你食子长现在出没呗？它的年洗面奶的是的，年配酒蛋的我得要的要求的。白的俺当老白，你们高中个的那配酒蛋，他们都白的可能俺弟妹型俺是白配酒节等没，而且很便宜，听到叔叔娘就你为啥个的？要是那种，你们打把主要么的，你们打把主的角质层的破坏性没呗？你那块多余的那角质的买不出来，要是那种，最差那得打，如果水的俺得打，谁的吞没呗嘛？多俺谁的这？是氨基酸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可能真的里面有那种得看的水杨酸啥的，越买装啊还后面的嘞洗的超干净，脏线啊或者头没呗，多呗的他把人的说起没呗，这是那边的，但你做这个呢，你看来看你忙啦。早睡是治愈一切的良方噻，可以，那你就早睡吧。我反正现在还很早，7点半。你看的，他去了一下。这个应该你给你自己说，没得。我靠，来晚了是去炸的或者是中午大餐写啥？茶餐或者写啥？豆梨也可以买吗？啥可以买？热。这里可能女的热。这里可是给生这情况，最没有嘛那是什么？最没的有嘛？最没的鱼嘛的，看是光贴片那嘛的，最没的鱼什么什么？这西藏和那边不一样吗？是呢？他说的。龙骨茶嘛白说的，龙骨名茶门的龙骨茶嘛的，龙骨热胸啃鸡团的白罗啊的，当然让他啃这是老的，他的那过去呢，你呀，给这的东正不是掐住过的。OK， 咱们那个期末期的论文气死了噻，不是那个是旧照噻，对，吃冰淇淋吧，咱们那捏得下，有那么啥的，看我们那底下那个
毕竟是。大枪把嘛之后两个什么说生别读错，你什么线那底下，你那桌差不现在买什么人工这解巧嘛的，对，对着线那会底下，当个什么岁，但是我没有那种我喜欢的款式，我开始说了，俺都能追80来月没，有没有美白可推荐的噻？没有没。都是自己不怎么护肤，你可以问问其他的主播噻。有一说俺我那护肤啥感觉，面膜可是原药的，别别瞎写没呗，这会儿陪去当没，俺一无所知。我说时间咋肯定不一样，有时差呀。你再问就是时间不一样吗？好吧。6个小时去出，我就推去出贴吧有的。姐姐小心，28千3，这下年轻的这下和他的受众变得越来越薄了，越来越短了，老嘛嘞。人家什么他的，你这说你主要一个款式这么多，搞到可在于啥？但自己们白头发的讲不大那个大，长买给做呀，提着自己过钱吧，好么就可在了去呢，洗橘子洗没着，搞着。时间管理大师，啊，是吧？不错噻，我知道很不错，对啊。我姐姐很羡慕你的性格噻，我自己脱钱拿，但没什么可羡慕，大家都是很不错的，没得，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几个是连接不在，看我妈这，不是噻，什么不是啊？好羡慕姐姐能吃能喝的，我被孕烦搞得厌食了噻。自己拧姐，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感同身受，不好意思，我拧姐不是勒土木土的。光大，打开那啥呢？别撒苏。你是敢恨的噻，那必须是呀。我喜欢你了噻，差不多2年吧，一直看你的直播姐，我真的太喜欢你的性格了，姐噻，我直播都没有2年哦，我是今年才开始入驻抖音开始直播的，然后我可能4-5年前或者差不多4-5年前，我有一段小的时间我在直播，在口罩个推西面呗，我对怎么办？你差不多啊，亲妹妹姐姊妹，同意。不是我这看着你走音是呢，前37男开始睡哦，我没有哦，我4-5年前我没有抖音，4-5年前2年前我没有抖音。你多大了？29岁。等等女儿姐，我上一期都喜欢你这样的性格噻啊，好吧，呀，答应把钱说，拖钱哪，搞不定拖钱哪。你做什么工作？俺2妹。肚皮啦是可的，肚里啦了，你不知道，肚里了在肚皮，肚里啦，直来直去噻，对啊，是。
不是，但是我不敢说我是非常直的人，我不敢说，因为我也很多时候我会根据对方的情绪会说他喜欢的话。爱你啊，啥？爱你，爱你，爱你。看着姐姐吃，相当于我自己吃了，满足了哈哈啥，可以呀呀，你像这样，你三话，然后还是啥那啊，什么多你三仓，看我的三个你，信不记么都仓落地啥，钢筋混凝土。这里咱们差不多，咱们年前门差不多那多。爱你啥？都是那，爱你，爱你，爱你。什么底下先哪底下的呢？整，当什么苏你注意的嘞？什么看着说那个好么多，那该人的么都没有那种喜欢的款式。大年 ice cream 几个嘞 ？Let me get some ice cream。黑色系的也好看是什么？哎，什么那不？这你得叫得去，说你入门都样款式没呗？要你看了行不多还是多啊？他长那成型不是可以？看了还是碎了。可对了，这挺热。好么说，当俺妹自己老赚钱点你注意，这是黄桃味的，对，恰不是你们都用没呗？长么色噻，地米是干净是差不多。剪短一点，不然手指容易受伤。less， 当然是你那是吧？什么刷着愉悦些的。现在回底下，其实草啊差不多，你得上闷热，你这下得来呀，你得洗洗净得洗开轻度。跟脚不就好了？没有，好前面，就照。你这不买的给你长满年纪不清没白？我做拖起拿。什么时候可以回？我现在就可以回去，但是我还有一场考试。你这样你有点多啊？你这上面当不了机器，独立帮也把我们馋死了噻！到股市了，卡巴西的点黄桃口味就是没有那么好吃。巧克力滴那了系列来滴是多，哈啥，听没哈啥？椰汁巧克力味是吧？我得说几度，我信不信那度？性别就是那种普通的水果，就是很单调、很单一，口感没有那么丰富。而且那次就肯定睡着，直接捏擦不拧结。的确啊，这是那种桃汁推荐给桃汁，你这是想？对，桃汁是芒果的。但芒果的桃汁炸，你们都知道别说起芒果了不然呀？芒果也不桃汁也别说起。桃子吧，还是偏桃子一点。哎你，那这么多，当真哪知？哼。卡巴迪我以为说什么呗？
小那是卡拉小那之类。况且多的错，可是你日常规啊什么的，如果你没关注我的话，你能看到我的日常吗？吃挖鸡鱼，加油嘞！有没有打算染发？没有，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假发了。啊，加油嘞！哦 ，OK， 好吧。呀，还理解嘞。OK， 好过数。你处理了你年呢？你给吃钱。嘟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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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那听到做的是，你可是啥嘛的？光打起步贴东西啦，莫不情面大事。满足了，他说了谢谢姐姐了噻，来是你念。这么高买不到都缺货，你有买吗？没有，光大没有。今天原要的两岸，我现在不想做代购，因为太累了。什么讲过？年上什么讲过？都是没得个年啊！听到最主要单子都是干什么做么多？听到什么讲俺修呢？干么什么的，能做下头没得。杜瑞想跟你做一样的美甲，哎，可以，一两啊，什么看这说嘞？什么看这说的要嘞？你什么是打死桥了？没有看过多。好想要那个睫毛膏啊！那怎么办？杜的牙齿敏感的呗啥？卡些个杜的，那些夹就那个夹哪会疼？你呀？人家那些说不得个啥是高脚色嘛的，贴么多，力气么多。什么差不多年了？多年么多啊？你这么多的嘞？差不多的像。大众差不现在没米厂买说样子，米嘛说样子说你注意。哦，吹气艇怎么说啊？吹气艇怎么对？对，渐变个冰蓝色的，对，应该说不得地嘛的，对。吹气艇怎么对？出门记得要戴脚手，啥人在有，一定。你怎么啊？杜的牙齿怎么了噻？杜的意思哦，说开钱没说，没让给敏感着啥？哥哥用不说了讲的，开给没其实没看不懂。冰蓝是水的你怎么多呀？多几个用啊用嘛来，什么数的螺丝没说干没？你看这日么吃呀？这身边的干没？
这张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冰蓝色的眼睛多疼你提年底去收藏起来，去现在。单色也是我问这个绿。去，挂。蓝色那个好看吧？日下也现在印这么多。多空做多双啊，记得我双啊，刚被什么说你注意多。今年你刚被什么叫我现在紧嘛嘞？你刚两啊，多的小吃就吃的什么呗？看戏多你刚不听，你刚不是你刚被做的做的。哇！现在是乳白色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不算乳白色？但係我們算得嚟，呢啲肯定漏的。看啥地名看啥，珍珠粉色的，珍珠粉嘎嘣着，所以它珍珠粉它也是带一点半透明的，对吗嘞？对。It's on France. What's on France? What do you mean? 然後拉不着注意，拉不着注意。什麼點對，什麼點對，都錯。什麼，差不多的是哦，丁丁怎麼是錯？今年啊，这上不上啊？得干咩？看啥？法式，啥什么呗？的对呢？你吃什么呗？对的，法式色的的对，法式钱看啥？我的，开始那这边啥？开始那的我自己，开始那一点，法式色的。场面搞不现那是么？我大学过对呢啊，地德个没白谈的，这看啥？大家票个业在那边呐，价格业看啥多？票个业地位业看啥啥关键挂？porn， 一直业要说啥 ？porn 是那个嘞？趋势三不用叫点么子？我老不想我到就是现差的，就这么什么况呢？就这么什么况是吧？怕那个我的出去叫点什么呗？我的抖音吧咪，你拿了呀？婆母现拿给我法式送没呗？谁不的？谁不是搞什么？你对呢？搞点什么？我的法式搞点速度啊，就是裸色，然后在这面前面加那种法式，对呢，这样干没？他的这一家咪说你忙做没？印钱多，哇！丁丁怎么算？丁丁怎么说？关键关键什么是那多？对，今天叮当拿糊涂，对，你这么多哎，快点看水煮鱼标给这个很有特色啊，来收藏一下，多啊，你这么多啊，挂的可以变成不是那种黑色的嘛，是吧？这你这么多。
性别发誓啊么，我呢什么啥的摆的地里下，加拿罗呢有嘛呗，就觉得发誓让下，加这就觉得别发誓是。太多了，你怎么样不？你怎么读的嘞？妈，我嫌那没办，你就去。绝了噻！你怎么弄啊？我也在底下嘞。喏，这是一次性的诈骗着。对，这是啥什么呢？你怎么这么懂？水洗的很知道读错，真的，说不得地嘛的，水洗的。你怎么多水洗？哦，把那个会不会很好？对，我也想是这样子，我的冰蓝色对不对？啊，我得说不着。可以，但迪斯你怎么这读？但也差不得的，差不那了，但是呢，你没说么说你怎么？门住 yes 但是个你个就是你个读错，你们要不要睡觉？开始了，中你写啥子的？不睡啥么？读不了，看见吧？你看这些点吧？啊，睡了噻，现在念。看些点吧。我那年读的，年收藏那个顶在点过呀，年收藏那个视频着。你看嘞？今天唱不了出门讲的下，看你直播噻，你当个贴多呢，几钱没说哈多？你得进去出门呗，我那会儿俺明着菜，当俺水果嘛啦，一年嘞，俺水果呢，你得进去出门呗，对吧？哒。哎呦喂，你们都好什么呗？吃多呀，红猪吃不多。俺吃差不多哈，这个我说他过对吧？就是有点搞笑。俺米人这进去出门呗，俺水果嘛啦，米怕过了几个吃的，俺是一样子嘛，这那是嘛是一样子嘛呗。俺钱不多样子。那么多，跨越啥？布达佩斯，哈是哎。水果那俺我得进去出门，我那会儿米俩。但读错，俺我最拉这第二嘛的系统，最拉这系统那最你接触不懂，最不然你一直单在上面课没呗，你就最假装没事去点没呗，哼，度假，但年我那年。他都说我那年纪，都是像不都是像飞个儿太高了噻？可这是，俺说我读大学啥随便，读这一项飞个儿太高了是哪随便？
叔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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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叔要，俺叔要，看这是，看这是，看这是。肯定拉住团不来，哎。考试要念本科书呀，本科浙江外国语学院。那团呀，今天团不来。在哪儿？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哦，你跟那个小孩一样飞起来，俺我这些吹气啊，兄弟，那可你也可是没说，就可俺是别说，明家日没呗，现在 relax， 俺这对我那给我只给不了 ，relax 给没呗。没信别这日呢，把家啥起让俺 relax 你说嘛的，你得是没别的那个。它的营养，它的那个健康成分是最低 E 多大的？第大 A B C D E 是多啊 ？A 是对怎么样嘛嘞？第里就是最健康的，你看它行不健美做这个什么 A 的？那 E 是对怎么？行不越不起来，一年拿了俩一点都不健康。如果偏多干健美做这个什么 E 的呢？可是就是对对别拉的没别多怕下去。你没光这边啥？日的嘞，特别那么的要么都那么贴切的下。妈妈年纪的你出没变呀 ？Yes sir。204个人在房间，看都要堵错，看都要。但嘛这7楼有你这个堵的嘛的，哼。7楼有你这个，7楼的你都看这是都呢。来拉萨嘛，我请客噻，应该请不了客吧？看上俺来啥的旅游嘛的，俺来啥7楼或推门，你讲两个请客小生米或吃不有，但你看俺办的是真的。可以来啥รูป啥日的日啥รูปแบบว่าเสร็จแล้วน่าคงแบบขอร์น้ำสตาแบบเช่นน่ารูปเดียวเลยกี่เดียวชิรุเก็บสมัครกันเก็บ多说你也可以吐露出来呗来试一下吧好不好俺底下俺底出的切啥数呢俺马下呢这个俺的女在这出的刚这点没白皮个下行没白俺底刚看这款我多几代啊嘛的呗这里是那种不是长裙但是那种得边不是累没白对吧是累还是没白很得老了中长裙还是中短裙好我们说是吧是吧？我第几点穿的是点以前马下，顶下看这是款我都看这是搭配角度去搭起，嘛的，过年没洗啥，没洗的是。我可是俺开始看人家学个的嘛嘞，我开学个嘛嘞，一直打嘛嘞，俺 PPT 漏对什么，但俺还过嘛嘞，俺被你过嘛嘞，你个嘛他们讲俺没洗打过啥，一年他说是作弊没，不是那种作弊，但是他 PPT 落呀什么的，我这些落一把没，看的是那你看嘞iPad 干的 PPT 展示前，你给那个东灯嘛嘞，俺没洗打过啥，你个嘛他们讲没洗打过啥，一天一星期打米钱那称没光打钱俺你没钱米多的钱拿米那一星期那种称没，俺没洗打过啥，没洗不会反光嘛，给那个通过的啥。俺就总在读手机里面那个内容嘛嘞，俺们起码打不起点言语，我的这确实看我是中的，年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我开始动前边的开始动举动不前面，举动不买不是那来为去送这的前边，俺拿那在去对嘛团队吐露接的个长钱。俺家那牛钱，俺别个来绕不过，吹牛鞋，藏起来对不对？去粽子去。你也看来裙子拿干嘛嘞？我觉得黑色头发会比较好一点。这拿不成的样子做生意，几短啊！你裙子几短啊？哦，我的世界明亮了。裙子的短，哇，花朵，
你懂啊？对，对，这就是看不见吧？对，你得去，第一个呢，你得去十字架素嘛，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设计风格啊。几段，马克鲁迪刚俩空滚的，光的刚宽要嘞，这是钱呢，宽要越炸，宽要越炸。哇，大家点卡口度，这个卡口真的有点难搞哦。